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子，恁的网络好厝边，大家晚安啊！恁有食暗顿啊未？先来给大家小姐们来，一头六个家阿曼欢迎你来，个有阿聪阿杰阿曼欢迎你来，个有阿酸阿曼熊袂讲话，阿酸阿曼欢迎你来，个有马子里阿曼欢迎你来，要袂煮？因为7点哦，7点可能有人还袂煮啊，我嘛还袂食哦，因为我想讲我小等放松了才来食。阿曼啊，我来看卖哈，有没有人有分享新年新希望啊？我们匿名好了。突然想到，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想要知道是那个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要匿名的，就是不想要被知道是谁的愿望，所以我看一下哈。好。那我们那个现在有2个人有分享新年新希望我就先来念一下。有人希望过年前减肥成功，过年是指那个吗？古历还有最的单档的过年啊，这样子的话好像还蛮赶的耶。好，加油！然后呢，同一个人还想要学会画某一种特定的图，但那个图我应该不能讲出来。对，好。那以及呢，另外一位朋友想要身体健康，真的耶身体健康，有时候可能会到那个年纪，没有啦，我没有到什么年纪啊。画面上是实名哦，大家都看得到是不是？原来大家都看得到。阿水，阿水阿曼，唔知暗顿要食啥吼？暗顿，我嘛也袂食。暗顿，唔知呢。暗顿，我即马对我家己的暗顿嘛，无啥物想法。所以那个问答你们是看得到是谁投的那我就不一定要一个一个念呢，太好了。好，好，猫猫卡爱说想要更积极向上，做更多事情，然后看很多书，为什么要叠字？为什么要叠字啊？看很多书，但不要太知识焦虑。好，你们看得到别人的吗？你们是看得到别人的哦。当然嘛是旧历新历存一天，动手术拢袂要紧。对，下关袂当黑白了。好啦，那大家如果反正就是等一下我就会开始这算表演嘛？小等我就会开始来讲我家己的叫做2025年的这个活头看，来自己回顾一下。来回顾一下我们2025年单阿会季没有啦，单阿会季是做什么好代志无哈？拢在创啥？敢我们认真咧做工课，我们就来看一下看一下那个陈火蛇2025年到底都在干嘛？小等大家若是有想到迄个新年的愿望然后想要分享阿会知影的，会使用咱这个问答的这个功能会带人会当来分享安尼。什么？你怎么看不到大家投？对啊，怎么看得到啊？都投出去才说实语，对不起。骨头面阿曼还迎，骨头面阿曼还迎。我知道，是不是在那个它可以切换那个重点聊天室讯息跟聊天室那边？是不是那边可以切成问题？那边切成问题，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别人的了？那没办法咯。那 YouTube 逼迫大家实名，那就只能实名。我看一下啊。没有啊，是怎样？还是有某种方式可以看到我自己不知道。画面上有原来是画面上的留言会直接有走出去一边看直播一边被车撞少5公斤也算减肥成功吗？体重变少了不代表体脂率有改变，所以你们想投匿名可是我有开那个截取聊天室，是不是就会截到啊？好，我知道。我们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在 Discord 伺服器，我开一个表单，好不好？我知道，我就开一个表单，我晚一点这个直播完，我开一个 Google 表单让大家投，然后大家投了之后呢，就可以当成像时空胶囊这样，好不好？然后就之后的某一天再拿出来念一念，这样可以吗？还是好，反正我等一下表单先开，你们就投过来。然后我看什么时候来把大家的这个愿望念一念，然后你被念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该做事咯。
你就知道该做事了，该把你那个新年新希望拿出来好好做一做，推进一下。好，就这样 ，OK。好，那我们就来回顾吧，跟去年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个你是说2026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还要 call out 给当初有投稿的人，问他们啊，你们是做事了没？这样子也不是不行。好，我再想想。好啦，那首先呢，2025年橙火蛇做了什么事？哈哈，对啦，首先那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形化成功啦。在那之前我只是个宝箱嘛。对，虽然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歧视宝箱怪的，可是好像就是阿聪阿杰阿妈黄爷好像就是要变成帅哥美女才能骗大家进来看台，所以人形化。陈火蛇，你的新年新希望监督者是这样子吗？我是大家的教练是可以啊。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出道的话，我会在你后面追着你，问你要出道了没？你要出道了没？今天的画面特别复古啊，这个不是错觉哦，这个不是错觉。对，我就想说今天来点不一样的，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耶。有奖跟有奖一样耶，但是这不是有奖征答，好烂哦！到底在讲什么？什么？骨头妹的新年新希望是希望看到更多可爱女装火蛇。好，我觉得这个好像不用你特别许愿，可能也会自然的发生，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可爱，就会想要一直对你知道的。好，太好了，恭喜骨头妹的愿望，那个会莫名其妙的被实现，太好了。宝箱怪色是什么意思？我最近是有发现一件事啦，我最近发现好像还蛮多人喜欢一些人类以外人外的题材嘛，但我没有研究可以不要跟我说吗？可以不要跟我就是对。好，那总之耶，我人形化成功，谢谢欧拉夫老师，就是很色。好啦，就那你知道吗？我的那个 hashtag 就是都没有什么限制哦，就是对你们想画什么都可以，好不好？什么不可以？我一定要听。好哦，是怎样？好啦，对，反正就是那个这边就是要特别感谢欧拉夫老师。对，如果没有我的 28 tag 没有禁止圣诞，我知道我已经被画2张了啊，我是不介意有人画第3张啦，好不好？我就说到这了。好，好，那一定要特别感谢欧拉夫老师。对，如果没有欧拉夫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就这 literally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欧拉夫老师，就没有今天长这个样子，蛮帅，然后还有脚，然后脚会被大家迫害的我，好不好？所以就是真的非常感谢。虽然我不知道欧拉夫老师会不会来看今天这个台，对，但是真的非常感谢欧拉夫老师，就是满足我各种任性的请求，然后就把我画得很帅，然后本来没有，就是本来的预算，本来那个那叫什么？本来的委托需求里面就也没有要建模，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建模了。然后就好像蛮香的嘛，对，我们永远尊敬欧拉夫老师，真的，请把欧拉夫老师奉为大家的神，好不好？没有欧拉夫就没有今天的我，就没有今天这个台哦。那个宝箱怪可能就没办法崛起，变成现在这样子，好不好？在没有拔脚的时候都是拔舌头，谢喽，这让我感觉好多了，真的，好不好？有够恐怖是怎样啊？又是拔脚又是拔舌头的，可以口味不要那么重吗？我过去暗安欢迎你来。嘿，讲到倒位，嘿，对，特别感谢欧拉夫老师，嘿，然后就是变成帅哥之后呢，我就发现好像变成美女又可以解锁就是另一边的流量密码，所以是的，所以就是今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又尝试变身成美女，然后骗大家，太好了。对啊，欧拉夫老师真的是超人就是如果大家还有在用推特，的话，虽然有些人好像最近在搬家如果大家还有在用推特的话，就是欧拉夫老师就是也蛮常就是会画很有时候很帅，有时候很那个，然后有时候很可爱的我，对，就是真的蛮感谢欧拉夫老师，就是
他不止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还想到就会画一下，对，然后我就会多很多很好看的图可以用，真的很赞。然后我就不用担心那个叫什么，我的周表或者我的封面没有图可以换，真的太神了，太神了。欧拉夫老师真的是很神，真的是很神。残缺总是最美啊！你再想想，我考虑那个不行背你600好像对你来说是奖励，好，那不行，好，是怎样啊？这里越来越奇怪。对呀，老师真的是超人啊！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年还完成一个非常伟大的，至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我收益化了，可以跟大家练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来说，可以练财也是很重要的呢。我有钱可以做好多事情哦。对，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我想想怎么说，没有啦，就是很感谢有很多，真的很感谢有蛮多观众朋友，就是很努力帮我挂台的，不然本来那个想要过收益化的那个时数好像不是很容易达标。对，所以就也要就是在这边特别感谢各位，尤其是有很多人是从我还只是个包厢的时候，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有在支持我。对，就是蛮感谢你们，就是有一直帮我挂台，然后一直有来看我的直播，让我可以收益化，然后跟大家要钱，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就是真的蛮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会员哦，然后就可以每个月固定给我钱，谢谢。收益化时数要3000小时或者还好，都是靠大家帮我挂台啊。这个就是主播厉不厉害是一回事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观众帮忙的话，就是也做不到，好不好？也做不到，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达成这个目标很大一部分真的是靠大家，真的是靠大家很愿意帮我，太好了，太感谢了。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在我开台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可能必须要睡觉或者必须要工作，不一定能跟台，但是还是愿意帮我挂台，就是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帮助，真的就是大家除了最直接的就是抖内之外呢，就是有做任何的分享，或者是把我介绍给你朋友，或是帮我挂台什么的，或是用那个大荧幕放给你家的长辈一起看，对我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哦。对，所以就是非常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今年除了就是这2大里程碑之外，我们还做了哪些很酷的事情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大家猜一下？你们想一下，你们有没有特别有印象？就是我在2025年有做哪些就是在这边值得一提的事啊？那同时呢，我看一下汤大叔的新年新希望，希望明年对不起，我那个顺序，明年希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以及家人都能健康。果然许愿的时候，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自己也是有感觉到，虽然我平常都在逼迫自己，但是真的会觉得身体健康好重要。就是头痛的时候就没办法工作，很痛苦。果然就是那叫什么？人家都说身体健康的人会有很多个愿望，但是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只有一个愿望。真的是希望大家身体都可以健康，就可以都出道，然后好，不能乱讲话，没有要逼迫大家啦。好，我来看看大家说了些什么啊。妈妈卡在家里，长辈都很好奇 VTuber 几岁，摄影棚在哪？哇，很在意这个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好像也不错哦，是有道理，就确实我自己啊，可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在看别人做很有趣的节目的时候，也都会想说，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很想知道，所以好啦，也可以理解。VTuber 几岁就不用问了，好不好？但是确实很多人就是因为听到我的台语，可能会觉得我不知道啦，就是大家都知道，普遍来说，随便抓一个年轻人，他的台语不一定会很流利，除非他特别有花时间去练。对啊，
我就是特别有花时间去学，对啊，所以确实就是年纪也是，毕竟是做台语内容，就可能会被问啦，是可以理解啦。啊，愿望原来不是大家出道吗？我的愿望有啊，我的愿望里面有大家出道啊。对啊，大家的愿望就不一定有这个，啊，火神应该60以上，格兰是怎样啊？编300不是编600，不行，扳手编不掉。好，还有什么呢？马志里说喜欢我的口条跟直播内容，谢谢。是你唔甘嫌，台语做亲切，安尼我是不是应该加讲一寡台语？好，今开始加讲一寡台语。这讲较有印象的是吼，火色出现伫大家的面头前。哇，我今仔日的导影片无准备着这。毋过确实这嘛，毋是大家人拢会做的代志啦。有影啦，有影，就是我就感觉伊嘛愿意出现，可能大家嘛会好现，所以就嘛会使互大家看。圣诞那篇流量文算里程碑嘛？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是这算里程碑嘛？但确实是今年做的蛮有趣的事啦。我在发那篇文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到，就是这个应该流量会不错。对啊，这个就是小技巧，你知道，就是要有那种可以起争议的文。大家如果想要在推特获得一些流量，或是脆上面获得一些流量，就是偷偷跟大家讲，你就找那种会吵架、会起争议的。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些食物的吃法比较极端，或者是就是掀起一些波澜呐。比如说提醒大家，就是那个南 V 的 R18 hashtag 都没有规定不能射弹之类的。圣诞快乐！好，那你给供对上面给供。啊，真的假的？喜欢年长友善的台，有的台聊的内容太年轻没共鸣。哇，干嘛呢？这又是变成另一个话题啦。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生命经验的累积，确实是会增加一些谈资呢，让人的杂谈变得更有趣呢。是这样没错。有时候家里面的长辈话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他们蛮适合当 VTuber。就是说，让火嫂出现在大家面前，应该算是今年度我的里程碑之一。其实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耶。不过我在准备投影片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件事，因为我好像就很自然的就觉得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事，所以就没有特别意识到，这好像其实可以是一个里程碑。而且我好像还确实蛮常三不五时就故意让它出现一下的吼。艾尔，晚安，欢迎你来看我的回顾。原来火车是年长的，不要乱讲。除了话很多之外，没什么回应的意思。对。格兰，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真的，就是我先不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就是至少我发现蛮多家里的年长者，这真的蛮年长的年长者，就是就算他讲的话题可能晚辈可能没共鸣，没办法接下去的时候。他还是会继续讲下去，这个真的超级适合当 VTuber 的，完全就是当 VTuber 所需要的技能。对，我们之前在那个公别出的告示也有讲过，对不对？这个叫做对空气聊天，对，很强很强。我记得日本之前有啊，就真的有长辈来当 VTuber， 然后不过我不知道后来就是有没有继续经营下去。对，真的超适合开杂谈的，但有时候可能会讲争议言论，这可能会超出控制范围。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了齁。好的。日本有老年 V 团，也很酷还可以组团，不知道有没有香火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乡内联动，不知道在做什么，好赞哦。不知道台湾可不可以有？可能我吧，因为毕竟有人说觉得我很像60岁以上，是不是？谁呀？刚是不是有人说觉得我至少有60岁？什么意思？才没有嘞。好，讲到哪了呢？好，公布答案，就是我有准备到的，就是我还是照我原本准备的顺序好了，不过这个好像没有人提到齁，好，但是我一放出来，大家就会想起来，对，还有这回事齁，就是被找去写台语歌啊，
怎么既然这样来一起泡杯文山包种茶，那才不是只有老人会喝的嘞，那才不是只有老人会喝的好不好？那很好喝哎，台湾的茶很香哎，好。什么没有香火？还没有到那么老哦，还没有到那么老哦，没有到受大家的香火的程度哦，不要乱讲。我不是要开一辈子的台吗？我还在这边开台喂，好，对啦，那个今年就是特别，反正就是今年发生蛮多特别的事情，然后就是首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被找去写台语歌，耶！什么？你也听成香火？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把我供起来，不要把我拿来拜。好，不要激动，陈火蛇，不要激动。好，不是一辈子，一辈子一就是这个 this one， 没有包含下辈子好吗？我甚至不知道下辈子我会。不要在那边给我拜，不要在那边给我刷拜拜的 emoji， 你们是怎样？好，让我讲。对，被邀去写台语歌啦，就是自己刷写原创曲都没写，但是有在别人的原创曲里面出现呢，蹭到了耶！我把它讲的好那个，什么阿辉多什么，不要把我乱取奇怪的名字。不可以，好，对，就是呢，这个救我，大家应该都有听吧？是可惜写的台语歌，真的是蛮感谢可惜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合作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深刻，也蛮重要的。救我好听哦，我也觉得很好听，我就是没事就会再点来听一下，希望大家都有。对啊，我觉得就这首歌就是真的蛮，怎么说呢？首先我本来就很喜欢，就是听别人写，或是也喜欢自己试着写台语歌，然后就是可能题材也是讲一些怎么说呢？因为如果大家就是只有听一些老歌或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台语曲目的话，也不只有台语有这个现象，就是很多语言一些比较经典的曲目，就可能不外乎就是情歌，或者是情歌啊，再不然就是情歌啊，可能就觉得那个题材就有点局限，但是就很喜欢写这种比较特别的题材。学不会阿慧的快嘴吗？我其实本来也没有想到我可以那么快，好唐突。对，就是Q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作品，虽然主要不是我是被找去写就是参与一部分的，但主揪不是我，但是我真的觉得 Q 是个非常棒的作品，希望大家如果没听过一定要再去听一下，真的是2025年我参与的一起写歌的这种企划里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棒，好不好？我有点那个词汇不够我表达，对，非常棒，真的是一首非常完美的歌。就是我觉得写出一个很应该可以让很多人有共鸣的一个心情，对，就是大家去听一下，体会一下就知道了。什么陈火蛇很快，阿慧很快，不要乱讲，我本来也没那么快的，这个也是有练一下，好不好？对啊，就是的什么意思？很快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对，就是想说，我觉得啦。我觉得我的演唱技巧就是不是最优秀的，就平心而论，就可能还不错，但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呢，既然姑且觉得有在写饶舌，有在写一点 rap， 那是不是好像可以练快一点？就是让自己还是有一点那个特长，好不好？好，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就有练一下。好，说我 rap 很快怎么了？没有啊，那没事啊，我怕我误会大家的意思啊。好啦，对，好，好啊。除了那个参与了可惜的原创曲之外，阿辉特长，不要把我的聊天室什么时候变成这种风格了？大家是怎样啊？就好啦，好，偶尔就是要失控一下，怎么了吗？没有哈，怎么了吗？哈，我怎么知道？
好，继续讲，继续讲。对，我们除了原创曲之外呢，我们还做了 cover 哦。大家记得有哪些 cover 吗？刚刚我们猫猫卡爱有提到嘛，就是跟博胜一起的这个性命嫌咱这款人活的嘛无意思。对，就是命に嫌われている的台语填词版翻唱。你们是成熟的聊天室，会自己瞎起哄这样子吗？好像有道理耶。好啦，那也真是拿你们没办法。好，那至少大家猜猜我们做了几个 cover 吧。请用你的手指头算一算，或是凭你的印象算一算。你们还记得陈火蛇今年做了几支 cover 吗？考大家，没有想到会变成考难环节吧？来。偶尔发神经，阿慧讲诶，爽没？好，很像我会讲的话，怎么会这样？呼噜同学，平安阿曼，欢迎你来，加阿姆等阿不会。3首，阿酸说3首，有没有别的答案？正确答案是几首呢？到底是100首没有哦？什么脑袋破洞了？什么脑袋脑袋破洞？对，是这样没错哦。你们答案是3支哦。好，我要来公布答案哦。这题有点难啦，这题很难啦。对，这是陷阱题。好，公布答案，答案是4支，蹭别人的也算进去咯。对，好，答案是4支，5支吗？第5支是哪一支？那个歌回的不算，然后 shorts 我也没有算，因为 shorts 里面很多都是在就是比较 kuso 是不是死语？这是不是超老用词？反正对，就是有一些是比较搞笑的，我觉得那可能不能算。对，那至少我自己希望我没算错。我自己看我的频道是4支。好，那大家都有听过吗？这4支大家都有听过吗？跟大家介绍一下，左上角是这个跟博胜，就是台语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也非常就是也做了很久，经营了很久的博胜，跟他一起唱了这个台语填词版的《命に嫌われている》，然后就诚挚推荐大家去听。什么是哭手？不要在那边，你这不可能没听过，怎么可能？不要再装了。如果没听过，至少你爸爸妈妈一定知道这个词吧？应该吧？好，对，然后呢？这个右上角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大家还记得今年4月1号的时候，我们组成了节瓜沙拉。什么是 LKK？ 你还知道 LKK 这个词？那你就别装了，骨头man。好，对，那时候我们组成了这个节瓜沙拉的偶像团体，然后我们出道首发的 cover， 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团体的最后一支 cover。就是《洛梨之歌》，没错。然后在我的频道上面有这个，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1小时版的循环的，非常非常适合一边工作或一边睡觉的时候听的 cover， 所以可以去听哦。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听那个，好。然后左下角是格莱恩说的脑袋破洞的 cover， 对吧？对，没错，把我的脚拔下来就会变这样，就会脑袋破洞哦。节瓜沙拉超好听，居然不是脑袋破洞很好听吗？太令人难过了。对，哇，这个左下角这支也是蛮那个的，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是突然就感冒，对，我突然就感冒，然后感冒的时候就应该好好休息，就应该做一些会让自己开心的事，所以我录了 cover， 然后我还把它混完了。对，然后那时候这首歌刚出来，好像还没有1天嘛，就是真的是刚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这是我们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大伟的这个 Deco Nina 老师，对 Deco 老师的作品，然后就应该赶快在那个刚发出来的时候马上 cover 一下，看能不能获得就是叫什么，就是先行者优势吗？对，就大家想要找 cover 来听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在很前面。我原本的计划是这样子的，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得意，我就想说，赶快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看一看，哦，原来只有一位日本 VTuber 做了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很快速的在那天录一录，心情休息了，但身体没有，可是我很开心啊。对，拍谁？阿辉就是有时候就蛮任性的，不好意思，请不要拔我的脚。就是这样子没，就是不是那个型，先行者又是不是那个型？不对，不要再拔脚了。对，好，那就是这样子。那最后有没有获得很多流量呢？也还好，对，但是的，不过就是后来好像在我出完 cover 之后，就是一直到最近，就都有看到一些其他 VTuber 朋友就有在 cover 这首歌，就那个感觉还蛮有趣的，就是。平常因为我比较菜嘛，因为比我资深的 VTuber 就是很多非常多，对，所以就常常都是我 cover 的歌，然后 cover 完之后看一看，然后原来别人已经唱过了，对，那偶尔换成是哈哈我已经唱过了的这种感觉，也蛮好玩的，对，完全不知道这段要表达什么，我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拍谁，好啊，反正就是对，就这样，好，然后再来右下角是跟伊里一起唱《翁荡》，《翁荡》这首歌呢好适合我们哦，真的就是。不知道因为可能我跟伊利一起出现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会一起讲台语，然后比较轻松，对，可以说比较轻松，也可以说较无正经啦，就是较无正经，就这种，就很喜欢这种气氛，说真的，然后就阿曼欢迎，对，然后那时候伊利想要。邀请我一起就是做这个 On Down 的 cover， 然后一起参加这个轻歌踏月的投稿。对，那时候一跟我说曲目，我就觉得，天哪，太赞了，超适合我们。是轻松还是亲密？你自己有分辨。好，你自己去分辨，没关系，我不介意。我还能怎样？你开心就好。大家那个课到觉得有快乐就可以付钱哦。好，对。然后就是的，就一起做了这支 On Down 的 cover 啊，大家可以去伊里的频道听一下这首歌，就是不知道就很我们啦，就很我们，好啊，对，然后到后来就是大家如果有特别关心我的动态的话，有在 follow 我都在干嘛的话，就会知道就是之前也有跟伊里在线下见面，然后那时候有一起去唱歌，还有不是只有我跟伊里而已。对，不只有我们两个，不要开心的太早。反正就是那时候有一起线下见面，然后有吃伊里的超强的料理。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在 KTV 就点了翁荡，我点的，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我对我的这个行为感到非常的骄傲。那时候我们就在 KTV 点，不是我们，就是我点了翁荡，然后逼他跟我一起唱现场的，哈哈哈哈哈哈。好。炫耀完了，今年还做了什么呢？除了 cover 跟原创曲之外呢，音乐方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发动了一个 Open Verse Challenge。很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像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像我们同时出现的时候会做的事。就什么意思？你自己在想，就是对你不是骄傲，非常的骄傲，不是非常的骄傲。好，真的骄傲，3天2头就听，真的太好听了。就我不知道，我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听一下，就至少还蛮有共鸣的。什么意思？你们自由分辨？天哪，我的聊天室现在要常常刷这一句话是吗？自由分辨也不是不行啦，也不是不行，恁欢喜的。讲实在的，恁欢喜的呵，我也是管不动你们了，也没有他管啦。好，对，回来让我讲，就是对，今年发动一场 Open Verse Challenge， 不过让我比较意外的是，没有观众参加，对，好像太嗨容易听错，没关系，我讲的也很嗨，所以我也会一直乱讲话。那应该是大家都欢喜啦吼。应该大家都会开心到哈，好，对啊，这是人形化的时候做的 OVC， 那你知道吗？虽然那个就是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有定一个期限，是说在那个期限内参加这个 OVC 的
人会在那个 reaction 的那个作品会在我开 reaction 的直播的时候一起来看，但是这不代表现在不能投，对，现在还可以参与，这个是无限期的，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比如说那时候还不认识我，没有机会参与到，对，或是就是来不及做完，没有参与到那个被 reaction 的部分的话，现在还是可以投，现在还是可以投，如果有人投，我会非常开心的，对，然后对，就这样，对，好，然后为什么没有做第二次呢？因为太累了，做这个好累哦。那个难度很高吗？真的吗？真的吗？好啦，就是我就偷偷许愿啦，啊，不一定要帮我实现，没关系。对，然后那我要来许其他愿了，好突然，好突然。对，就是我发动的 OVC 有一场嘛，但是我没办法参加自己的不是 OVC 什么 OVC 是 Open Verse Challenge， 突然想到要解释一下，对，就是 Open Verse Challenge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写一首歌，但是只写了一半，前半段就是我写的部分，然后会有就是听到一半之后呢，后半段就是留空白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接着把它写完。对，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看大家投稿出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然后每个人把这首歌接续着写完的方式都会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可以让我们有一种交流，然后让大家可以展现自己的特色跟风格的一个蛮不错的机会。对，所以我自己就本来就很想要参加别人办的 Open Verse Challenge， 对，所以我就也办了一个给大家参与一下啦，嘿。好，那我今年参加了多少场 Open Verse Challenge 呢？0个，因为我没有看到有人办，可是我好想参加哦，怎么会这样？所以那个大家如果就是2026年有出道，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企划的话，可以办 Open Verse Challenge 哦。只要我有看到，然后我那时候有空，我一定会参加，好不好？对，你甚至你办了之后，你很怕我没看到的话，你可以直接就丢到我的信箱，或是丢到我的棉花糖，或是直接私讯给我，叫我去参加，也可以啦，啊，我有空的话就会去，好不好？很想参加希望2026，这算我的新年新希望之一吗？就是虽然这可能不算那种靠自己的新希望，对，是比较像愿望、许愿的愿望，就是新年愿望就包含希望可以有人办 Open Verse Challenge 给我参加，好不好？拜托了，好，努力想想，真的假的？哇，太好了，伊里，谢谢伊里总是会实现我一些任性的要求，虽然听起来很那个，但是其实我是认真的，好不好？对，就有蛮多时候，好，就特别说一下，就是蛮多时候我有什么奇怪的企划，或是有什么想法，或是像包含人形化的典礼，就是人形化想要找临时演员来那个就是客串演出的时候，就蛮多时候都是伊里答应我任性的要求，太好了，对，就是要那叫什么要特救兵的时阵，也是会先想到他。真的蛮感谢伊里的，对，2025年真的是伊里也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忙嗨，斯洛姆，瓦纳纳斯洛姆，我们刚刚才讲到节瓜沙拉我们刚刚才讲到这个昙花一现的偶像团体节瓜沙拉，因为我在讲我今年做的 cover， 对，想不到吧？我们一起做过 cover 哦，斯洛姆你还记得吗？我们跟李煜一起做的那个 Peel the Avocado 的那个 cover， 对，不是歌也可以吗？你是说歌以外的合作吗？你说 Open Verse Challenge， 但不一定是唱歌吗？可以啊。哦，斯洛姆刚刚就在吗？是我漏看你的讯息哦，还是刚刚还没说话，所以我不知道。原来如此。真的，伊里真的是很挺，非常挺，对，非常感谢。不是歌也可以啊，就是任何我觉得不是啊。如果是伊里办，我怎么可能不参加？伊里办什么我都不可能拒绝吧，对吧？我甚至刚刚才说伊里在2025年帮了我非常多忙，这个如果伊里想要我参加，哪有拒绝的道理啊？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拒绝？对不对？好，那就等伊里2025年要办，太好了。那个我的 Discord 伺服器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截图存证专区？
一边说着很感谢人家，然后一边在那边逼迫，可以帮我结一下。2025年的时候可以拿着去讨债。好，现在蹭到火手，你不要乱讲，不要乱讲，都是我未经依理同意在那边乱发糖。没事，恁欢喜就好，哎，那真正做欢喜，哎，给你拿钱，好不好？很好吃，那就付钱，看要付给我还是付给依理都可以。越来越怪了，就算了，粉随推，就那代表我也是不是什么正常的东西，那还真是我的荣幸，好不好？爽了没？爽了没？大家就是想要把主播逼成小丑才满足，对吧？对吧？爽了没？有爽就好，好，太好了。那哇，天哪！我真的觉得啊，我在准备。谢谢阿杰，已经加入了会员1个月，已经成为火种1个月了。然后 Super Chat 的内容是爽，好，简洁有力，多谢阿聪阿杰送，有送，恁有送的好，恁有送的好。哦，西顶暗门欢迎，你来看。咱即摆咧活头看咱2025年，等下阿辉到底拢咧创啥？好啦。我在做我的投影片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在刚好在这个时候会讲到我被大家逼成小丑但我姑且还是个有在认真做企划型的创作者，自己讲觉得好心虚哦。这恁的问题，这拢恁害今年多了几个系列节目呢？今年多了很多系列节目，哇哦！感谢你的爱，我感动到叫要哭出来。喂，真的假的？阿聪啊，这个说给钱就给钱，救命啊！救命啊！感谢昌大叔的150块。那我等一下晚餐可以吃好一点，太好了，对，太好了。我等一下我要认真想一下，我等一下要吃什么，我一定要吃开心一点的。不能辜负阿聪阿杰的150。好，小丑难道就不认真企划吗？你说的有道理啦，有一些小丑企划确实是要很认真去做，没错啦。那太好了，那我就是小丑企划型 VTuber， 当之无愧。开心最重要，谢谢，感谢阿聪阿杰让我开心啊，希望我也有让大家开心，好不好？我会努力的。2025年应该有让大家开心吧？明年继续努力。吃什么？一了，我知道，一兰拉面太贵了吧？天哪，我居然在那边自己装傻，自己吐槽，真的是小丑好，小丑的救急体不是我本来要讲的是，我也是一个认真在做企划的创作者。那我们今年新增了哪些节目系列呢？我们新增了4个哦。我们新增了4个不同的节目系列，有一些集数比较少的，我就没有把它算进来。对，但是我觉得，这完全是我觉得2025年有成型，听起来像便不要太稀，对，不行，我被月台带坏了。好，就是对，有成型，然后有稳定发展的系列节目，有这几个哈，挑几类。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街访短影音但是图放的是长片，对，这个系列只有做一支长片。为什么只有做一支长片呢？我其实本来想要做更多的长片的，但是我发现长片的就是很花时间，剪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更花时间。因为街访我会剪得很细，我会把很多停顿都剪掉，所以剪长片的时候还真的蛮累的。而且因为我们的街访系列是非常 international， 就是我在访问的时候会，首先如果愿意用台语的话，我一定用台语问；对，愿意用台语受访的话，我一定用台语访问。对，然后 Clown Joker， 应该比较像 Clown 吧，卡片里的是 Joker， 我其实不太知道差在哪，而且好像还有别的，好吧，我英文也没多好。好，讲到哪 ？International， 对，就是首先能用台语受访的话，我一定用台语访问，然后再来。其他台湾 VTuber 最常会讲的可能就是中文。那除此之外呢，因为也有做过一些是找欧美的 VTuber 朋友，对，所以就也会有英文，所以我的字幕就至少要有2行。
然后我上字幕就要上，可能要上2份到3份的工，所以那个长片做起来真的好累。然后发现那个长片的流量没有 Shorts 短影音那么好，所以就没有继续做街访的长片了，这是比较可惜一点的。但是短影音的效果真的很不错而且就是在做这个街访短影音的过程中，还真的是认识蛮多新朋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到的新的 VTuber 朋友有好一些，对，有还不少都是日后会跟他就是有发现有可以合作的地方，然后就会有未来的一些合作企划了，所以真的觉得这个系列真的不错这个系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蛮有收获的。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喜不喜欢，希望你们有喜欢。对啊，这个系列我有投金 V 奖啊，没有入围哦，没有入围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这个系列啊，有未来有未来第二。还有在想之后有机会的话，等我语言能力更好之后，或是等我下定决心要奴役一些说愿意帮我当口译的人之后，对，有人说愿意帮我当口译，让我可以去访问日语的 VTuber 啦，但我脸皮很薄，所以我也还没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所以还没有这么做，对，那很奴，对呀、是奴役没错，课到了吗？好。对，还鞭子吗？有啊，一定要拿鞭子吧。这个是奖励呢，怎么可以少呢？对，就是说那个对奴隶来说，就是要有糖跟鞭子嘛。所以2个奖励说完了。好，不是要讲这个，朋友。对，那个要特别感谢一下，就是首先这个街访短影音系列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访问了超过100位。好像快200了。对，我访问了快200位的 VTuber， 对，然后就蛮感谢大家愿意来参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神奇的企划，对我觉得蛮神奇的。对，那因为其实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访问到的那个影片，我基本上跟大家约录影都是约半小时，但是能真的有剪进去的那个段落都非常的少，因为我真的剪不完。就是很感谢大家愿意，就是明明被录了30分钟，但是只有剪出来一点点，还是愿意来参加这种企划，真的很感谢大家，会乖乖口译日文的 V 一定是哪位啊？其实有2位啦，其中一位就是伊里大人，是伊里大大，我看成大人，完蛋，你们又要嗑到了，算了，今年快结束了，你们尽量吃，大口吃啊，吃较大声的。这个叫做吃日本，那个叫做啥？吃拉面同款的意思。吃较大声。你们要嗑 CP 要干嘛？吃大声一点，我就会感受到，你们吃得很开心，我就 OK 好。宠粉主播快乐了。我到底要讲什么？特别感谢，对，就是要感谢，就是愿意来参加这种企划的大家。然后除此之外呢，我想要特别提到，就是在做这个系列的过程中呢，校属。还帮了蛮大的忙，我觉得，对，就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找欧美 VTuber 的时候，这个过程不是那么顺利，一开始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对，就是我一开始有点不知道要去哪里找，然后我最一开始的做法是我加入了这个欧美系 VTuber 的这种类似互助会的这种群组嘛，对，这种社团类的群组，然后有在那边找一些人，但是。就并不是还没有很多，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会答应这种邀请的，对，那就是校属有特别有帮忙，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妹妹是欧美系 VTuber， 对，所以呢他就帮我介绍了，然后这算是我踏出这个欧美系 VTuber 的街访的很重要的很前面的一步，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才有机会就是认识 Astro， 然后。也有在校主那边一起出现过几次啦，对，就有获得一些真的很好玩的，我真的觉得很好玩的企划的一些机会，对，所以真的蛮感谢校主的，对但也要感谢伊里，对，因为伊里也有帮我介绍，对，我发现伊里其实好像还蛮擅长跟不同语言的 VTuber 联动的，对，所以他之前有认识到是泰国的 VTuber， 然后也会讲英语。那时候就是伊里也有帮我为什么是李克道啊？为什么？对，反正就是伊里也有帮我介绍，就是泰国的 VTuber， 然后
然后他唱歌好好听哦，对，就是跟街访有点没关系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有问到就是跟歌曲有关系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就唐突就但那段我没有剪出来，哈哈，对然后就开始乱扯了，好，我们还是回来，对，就蛮感谢这个街访系列中也是有收到大家的帮忙啊，我应该叫你云云吗？晚安，云云晚安，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打不赢就加入啊，我也是这样子的，欢迎加入是怎样啊？好，对，街访系列，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也印象应该希望大家印象有深刻的这个也是系列节目，就是我们的台语教父顺序有讲错，教父台语家教，教父台语家教，这个也是应该大家蛮有印象的吧？对，就是今年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观察到有蛮多 VTuber 朋友可能会想学点台语，或是可能平常会觉得自己的台语好像不是很好，对，那我就想说。那我去教你，我去按你门铃，对，就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今年就是好像参加了蛮多，也不其实就是我去按人家门铃说，我可以去你那边教你台语吗？然后有说好的话，我就会过去，对，所以就有这个新系列的节目，教父台语教教啊，希望明年可以继续有。对，应该是会继续有啦，可能就是每个月，我自己目前觉得比较理想的频率是。1个月1次，或是1个月2次这样子。台语阿慧欢乐颂，真的，就是欢乐颂没有错。对，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会有一个宝箱怪跑到你家门口按门铃说：“那个企划书给你看啊，在你那边开台要不要？”对，就这样。对，要的话我就去了。是的，对。然后回顾一下今年教了哪些呢？今年好像有蛮多是教教歌词的，因为像大家看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左上角是那个 Emily Smart 我们的姐头，对，他说过想学 Hyper Long， 所以就有去那边教他唱 Hyper Long， 然后还有可惜那时候是准备要开那个拔旗的台语歌会嘛，然后在台语歌会之前就找我去那个做了台语歌的教学。对，有讲一些台语歌的有趣的知识，对，以及有一起学那个拜浪，没有错。然后我们也有到菜鸡那边，对，就是下面中间我们有到菜鸡那边，就是教唱这个破破嘞，是我们这个今年台语金曲歌后的作品，我超喜欢这首歌。然后菜鸡也很喜欢这首歌，对，所以我们就一起唱了破破嘞，对。那除了唱歌类型的这个题材我发现我挡住骨头面，好。除了这个唱歌类型的题材之外，就是我们也有讲了担情水爱的台语。右上角是密斯雪芙，对，就是在密斯雪芙那边，就是我们一起研究怎么用台语讲情话，对，还蛮赞的。我们还念了那个若乔老师的情诗哦，台语情诗哦，非常浪漫哦。对，请大家去听。然后那个密斯雪芙学的超快的，他念情诗也念得很好听，大家要去。对，然后左下角是月台，左下角是我们最关心大家排便状况的美少女月台。我不知道为什么去那边开了2次，因为本来那一次就是想要一口气讲完关于便便跟尿尿的台语的，但是因为知识太渊博太丰富了，所以第1集讲不完，我们还讲了2次。然后也是因为月台的关系，特别感谢月台给了我排便少女歌。我是知道有那个大家很喜欢排球少年啦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很喜欢排便少女，听起来很那个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我应该叫你 Green 吗？晚安啊 Green。好，讲到哪里啊？对啦，要特别感谢月台给了我绝妙的这个收益化之后的会员福利的点子。是的，如果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有那个首先是阿慧叫你起床大便的那个叫什么？有阿慧叫你起床大便的闹钟，真的可以下载下来设成闹钟哦。
然后还有我家猫咪大便的珍贵的影像记录。谁会想要这种会员福利啊？好，谢谢月台。然后，晚安啊 ，Green。然后右下角是这一集是那个女仆咖啡厅可以用到的台语，对，超赞的。去骨头面那边，对，那个是骨头面。不是，那不是骨头面，那是姑姑酱。对，就是那个我们对，就是穿女装的时候呢，我平常可以叫我阿慧，然后我变成可爱美少女的样子的，只有外表，对外表变成可爱美少女的时候，可以叫我阿纪，因为我是灰纪，所以可以叫阿慧，也可以叫阿纪。对，好，反正就是阿纪跟姑姑酱一起教大家那个女仆咖啡厅可以用到的台语，我们还有一起念女仆咒语哦。耶、对啊，闲归闲，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出来。因为我是宠粉主播啊，哪有办法？有人的那个愿望我可以实现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帮大家实现。真的假的？你们真的想要我家猫咪的那个就是只有风扇的那个好麻烦。但因为我是宠粉主播，所以也说不定会考虑一下。好，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新年新希望的话，我只好再更认真的考虑一下。好啦，我开的几率增加了，好不好？没办法保证，但是我开这个的几率增加了。宠粉主播，对啊，我在做回顾的时候，我居然没有想到，我在做回顾的时候，我居然没有特别想到那个我们吃了虫这件事情。对我没放进来，好可惜哦。就是对，我今年吃了虫哦，我今年吃了蚂蚁跟蟋蟀哦。对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里屋就问我，你要不要吃虫？然后我就好啊，反正应该流量还不错吧，那就好啊。然后我们就吃虫了，讲完了。这里提到也可以，对啊，也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我自己不一定想起来，但是大家有特别有印象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就会发现对耶，还有这回事耶，然后这个对你们来说是特别有印象的，就真的这样聊一聊蛮好玩的。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台开完之后，伊里就有说很好奇虫虫的口感，所以我们应该还要再约一次，有跟伊里一起吃虫的。但我们一直还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好像有说该做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还没做啊。希望2026可以做到。为了流量牺牲，对啊，就有点牺牲啦。但那时候至少离屋对我还不错，有让我选一下，就是有一些虫看起来是我真的更不敢吃的，有让我选一下，有选了我比较敢吃的。对，谢谢离屋，他对我真好。好。那之外呢，还有一个新系列的节目这个是真的很新，对，这应该是这1-2个月内，好像1个月内耶，1个月内才开始的，是那个公必出得告写，对啊，等一下礼物要那个把那个还没开来的虫要打开嘛，他有要吃吗？他不是只要开哦，我以为他不吃了，好，我们等一下看，好啊。公必出得告写的是，因为我一直鼓舞大家出得，我那一直鼓舞大家出得，一直叫大家出道。对，骨头妹也要吃虫吗？骨头妹应该也很勇吧？你要不要也来吃？那个过期了那就不能吃。他其实好像没有很想吃那一只好，因为我一直就是想要请大家出道，邀请大家一起体验当 VTuber 的美好。对，所以我就想说固定开一个系列，然后跟大家分享，其实就是说教啦，满足我说教的欲望。大家如果有说教的欲望，就是不说教很难平息的话，除了逼迫一些不想听的人听之外呢，你可以在 YouTube 开台说教哦。那点进来听的人都是想听的人，这样就是大家都开心。好唐突在乱凑人，没有啦。对，反正就是对，同阶掉了，不要乱讲话。好，就是什么你有恐怖的东西要跟我互相迫害，那我先封锁，没有啦。好，回来，对，就是目前就有这个系列，会跟大家分享我做 VTuber 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对啊，大家喜欢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我们就固定在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只要我有空，我就会开这个节目，除非我有事必须要走。
这个想问，有在拍影片算出道了吗？算啊，这个现在更新频率更新的非常高就是比我还高虽然我有开直播啦，但是我的影片还没有做的那么多，我觉得很厉害，对，我觉得算啊，就是本来做 VTuber 就不一定要用直播的方式，对，就是本来就也可以用影片的方式，就是做创作，然后那个内容也是可以对大家很有价值的。像我知道阿聪阿杰在他的频道上，就是主要都是更新这个无专业台语小教室，不高吗？不是前几天才又更新？对，我觉得已经很高了，对，就有一些频道甚至是1个月、2个月或是半年才出一支片的，所以就我觉得很高，对呀，这个很厉害啊，对，然后我就是跟大家推荐，就是这个的频道有那个无专业台语小教室，然后就是会介绍台语的俗语话。18支很多，我这一年更新的影片可能没有18支，我没数过，但是可能没有18支。当然街访 shorts 不算，对，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个是就是还有就是其他正职工作的情况下做这么多片，我是真的觉得很多。我还有在做其他正职工作的时候，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直播也不一定比较厉害啦，就是就各有不同的那个辛苦的地方不一样，对，所以没错，对呀，我觉得这可以不用特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我觉得已经频率很高，产量很高了，对。然后大家如果有想要就是学一些台语的俗语俗语话的话，就是可以在阿聪阿杰的频道看到。生活先照顾好比较实际，对呀，就是身体嘛是爱顾嘛是运动休困的时阵就爱休，较无闲的时阵就去无闲，不要紧，就是先给家己顾好再来照顾粉丝这样子，没错啊，可以把准备中去除，可以啊，我觉得这已经是有在产出内容了，所以就已经算是有在活动中的 VTuber 了，我觉得完全可以这么说。好，那对，就是希望就是之后这个系列的节目还可以对大家有帮助，对，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就是经营频道做 VTuber 相关的问题，就是都欢迎可以用棉花糖或是在我的 Discord 伺服器或是任何我看得到的地方，可以踊跃提出问题，然后如果我能回答的话我就会回答，如果我有想法我能回答我就会回答，尽量跟大家分享我知道的事情。好，对，那这个就是明年应该也会延续下去这个节目啊。 OK， 那再来我们还做了什么呢？我们还有第4个，这个最新，对，这是最新的系列，叫做拜喜系 game。 其实我想做这个系列很久了，对，这个节目的名字在我心中存在很久了，可能好几年前就有了，没在开玩笑。那时候甚至还没有做 VTuber， 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就是拜喜系 game 这个节目，然后那时候是想要用台语访问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对。那不过呢，就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我是个 nobody， 所以我要去访问专业人士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呢，我发现一件事，我是 VTuber 对，所以 VTuber 去邀请其他 VTuber 一起合作，好像就没有那么那个好像就是比较做得到，比较容易实现。对，真的很期待吗？太好了，台湾 V 圈蛮辛苦，加油。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国家的 V 圈就做过啦。我想应该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平常不一定会注意到，就是欧美或是日韩的 VTuber 里面呢，小 V 也很多，那小 V 就流量上或者是就各种地方应该都蛮辛苦的，就 VTuber 不是一个很好做的行业，对，所以我可以想象可能不止台湾VTuber 确实是个蛮辛苦的工作，尤其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正职的话。但是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所以我们回来，对，
刚是不是有人说我快嘴很快啊？好像激动的时候真的蛮快的。好，我知道大家如果想要练快嘴的话，先激动起来，没有啦，乱讲的。好，对啊，这个拜喜系 game 啊，我就发现就是 VTuber 朋友们之中，好像还蛮多人其实都是有，就是特别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钻研的，对，就甚至他的频道的或是他的怎么说，很多人不是会自称什么什么系 VTuber 吗？什么什么系？对啊，有一些人的那个头衔直接就是一个职业名称，哇，超适合找来这个节目的。对，所以就是之后呢，不一定会每个礼拜四，不一定每个礼拜四都会有啦，不一定每个礼拜四都会更新，但是有更新的话就会在礼拜四，就因为毕竟名字叫拜喜系 game，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感。对，对，那之后大家可以期待，就是我会去访问不同的各行各业的 VTuber 朋友。对，然后就想要延续下去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节目。对，那台语唱间戏吗？不敢当啊，不敢当。说台语唱功比我好的，一定是也不少哦，也不少。好，然后除此之外呢，你们知道吗？1月Green 要先去忙，好，没问题。Green 先去忙。那个如果等一下还想看的话，也可以来补档，这个档不会不见。感谢感谢。对，我也希望我直播顺利。对啊，最近马铃薯老师就是健康状况突然又变好了，太好了。对，其实我有稍微就是跟他沟通一下，没有啦，我有对我的电脑做一些事情，所以应该有变好一点，好像没有再那么断了，太好了。啊，对，好，对，那大家知道吗？子昌阿曼欢迎，朱聪阿曼欢迎你来。你们知道吗？1月1号是礼拜四哦，后天是礼拜四哦。说到礼拜四，大家就会想到我们的最新节目《拜喜系 game》，对不对？所以1月1号会更新，好不好？对，1月1号会更新。然后我要特别感谢李乌，对，什么对他做了什么？不能讲啊，没有啦，对。前几天在推特上有发文，但是我觉得还是公开的用讲的再讲一次。对，就是我真的2025年要特别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对啊，我现在就是突然想到谁就讲一下谁，好那个好随意哦。对，好任性的主播。对，但是要特别感谢李乌，就是在我想要试一些很奇怪的新计划的时候，对，比如说那个街访系列。那时候就是我想到可以做街访系列，我就马上就私讯李乌说，就是我想要做一个街访，当然是 VTuber， 那我可以拿你当白老鼠吗？他就说好。然后这个拜喜系 game 也是，那个虽然拜喜系 game 的第一集是我录我自己，但是其实我本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录我自己。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可以录我自己的时候，我先有这个想法，我也是马上私讯李乌，然后我就问他，我想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节目，然后我可以拿你当白老鼠吗？然后他又说好，对，就真的蛮感谢的。对，就是2025年也是礼物帮我很多，才会有这种奇怪的才能做这种奇怪的系列节目，你知道吗？对。但是我跟礼物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其实好像可以先录我自己，所以我就先做了我自己的这一集。对，配合度十足。对啊，我就觉得礼物很 chill，就是蛮赞的。就是可能我们都怪怪的，所以就也还算投缘吧。希望他有这样觉得，应该有，就还算投缘，所以合作起来蛮顺利的，蛮开心的。对，前阵做梦到火蛇开企划聊职场鬼故事，找各领域的 V 来用台语参加，会寄来开，听起来好赞哦。好，我把你的梦偷走，这个听起来蛮好玩的，我先写下来。年糕炸你等下起床哦，欢迎你来。你2025过个安怎啊？意气相挺的礼物，对啊，真的蛮感谢的，也是那个人形化的时候，礼物也有参与咖嘛。画面上的聊天室没有动，怎么可以？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马铃薯老师，我才说你变好，你怎么就突然？为什么没有动？为什么？还是他那个？什么意思？啊，动了，是怎样啊？他只有抓到问问题，是不是？天哪，怎么会这样？
阿玲的新年新希望是出道，是我先把问答关掉，看会不会解决问题，好不好？是怎样啊？好，结束问答活动。好好笑哦，好砰哦！今年最后一波啊，不对不对，动好快，突然动了，是怎样？好，我跟 One Call Man 不熟啊。哎，动好快哦！我们讲到哪了？啊，讲到头圆头扁的不行吗？可以啦，可以。新年新希望被公审很久，对不起，这并非我的本意。好，讲到哪？讲到不晓得哎，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吧。对，因为我发现我准备太多章了，我现在有点讲不完啊。好，我们好，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另外不同的回顾啦。对，因为毕竟我是个有在直播的 VTuber。对，再次强调 ，VTuber 不一定要直播。我吃个喉糖，等我一下，我讲太多话了。VTuber 不一定要直播，但是蛮多 VTuber 都有在直播啊，我也不例外。这是什么好烂的作文开头？好，我也不例外。但是呢，也没有但是我们就来看看，没有但是，总之，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今年有哪些比较特别的直播。那其实这是一个连续考难环节，就是大家可以讲出你心中的答案，看你还记不记得，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印象中阿慧今年最长的直播是什么嘞？你们有人记得吗？有人知道吗？你们也可以瞎猜，没关系。好，那最长的直播到底是哪一场呢？我自己呢，其实也想不起来答案，所以我是在那个做准备这些的时候才有回顾到，才有看到。对，今年最长的直播是这个，累死了，终极2选1。那时候就想说，看看大家都做些什么企划嘛，然后就那阵子好像有蛮多人在玩一些2选1的，对，就是像什么讨厌的聊天室行为2选1，你猜是聊天钉？全部加起来的话可能是，对，但是因为不是一口气开的，如果说全部加起来的话，聊天钉也有机会，然后那个 Minecraft 也有机会，对，不过如果是单场的话，单场直播最长的单场的直播的话是这个终极2选1，对，那阵子就蛮多人在玩2选1的嘛，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我想要显得我很特别，因为我是个不正常的人，所以我就想到啊，我知道了，最恐怖的2选1就是找一堆2选1一起来2选1，对，所以我就准备了8种不同的2选1。然后我们要选出这8种2选1里面哪一个最棒？那为了选出这8种2选1里面哪一个最棒，我们就8个都要玩一遍，然后就变成耐久台了，累死了，它就变成耐久台了。我甚至不记得播了多久，我看一下，我应该有做笔记的，我看一下我的笔记在哪里。你知道准备的备忘稿就要记得看。就像吃银杏会补那个记忆力，但是要记得吃。Minecraft 被狠狠丢到一边了，因为 Minecraft 系列就是想要很多人同时有在线上的时候才有办法播。对，如果缘分比较不刚好的话，就会没约成。我们的2选1播了快5个小时，我们播了4分46秒，累死了。谁会开这种台啊？对，奉劝大家不要这样哦，不要开这种台哦，你会累死。对。但蛮多人看的，所以也是蛮爽的。好，对，这是最长的直播。好，那既然讲了最长的直播，大家可以想一下最短的直播是哪一场？你们有印象吗？这个可能比较多人有印象吧，应该吧？有人知道吗？阿慧今年最短的直播是什么嘞？请作答。作答的时候我喝个水。雷蒙啊，不愧是那个也会被抓来凑 CP 的，可以这样讲吗？没错，就是也会被抓来凑 CP 的子仓，答对了，雷蒙。猫猫卡也答对了，没错，耶，对，就是这样。对，就是转盘，对，
有人抄答案，你们现在又要在吵架、天哪，越吵感情越好，真是的，真是的。好，没错，就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梗图，就是那个俄罗斯转盘，然后就是放了那个5个原本的 Lemon 跟一个中文版 Lemon，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我们来转啊，就如果转到那个，如果转到中文版 Lemon， 我们就下播。然后就7分钟下播了，没错，7分钟的直播，补档的人一定非常方便。然后我记得那天还有人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想要偷看一下台，然后他那个声音还外放出来。然后我转到中文版 Lemon 的时候，就突然就唱了一下，哈哈。然后就他整间公司的人都知道他在偷看陈火蛇的台，哈哈。但是他现在不在这里，哈哈。好，没事，哈哈，好没良心哦。没有什么 CP 是吗？这时候就要说那个，我们现在聊天室好爱说这句话，没有什么 CP 是不是？没，他们自由分辨，好，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那个言论自由，好不好？好吃，是不是？好，喉糖也蛮好吃的，毕竟是甜的。好，同阶最高的直播，这题比较难啊。虽然好像在我在哪里讲过吗？不知道但是这感觉是，就是每一场都有跟的人会知道，可以这样讲吗？妈妈卡在那天原本要看直播，结果忙一下直播就没了。不要紧张，那个补档很方便，所以应该不是个问题，才7分钟，对，那个真的是生涯巅峰的作品呢。没有想到可以做这么短的直播，好，这题很难有没有人要答看呢？可能有人知道，同阶最高的直播是哪一个嘞？盯着我现在这个聊天室的15个同阶，盯着你们，回答哦。还是没有人答得出来，是不是？这题真的太难了可能是有在看后台的我才会知道呢。对，可能对大家来说。不一定会特别注意每一场直播的同阶有多少，是不是？好，但我还是蛮想分享的。子昌知道吗？你说，子昌，你说，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子昌，你都在偷看我的后台数据你都安尼偷啊来一下，卖安尼啦，有的所在袂当黑白互人看啦，比如说后台啊。好。对，猫猫卡猜对了，对，是邀请希尔联动的那一场，对，没错，不是收益化，也不是练财，收益化跟练财好像算2次，对不对？有一次是那个收益化庆祝，然后有一次是那个初恋的滋味，初次练财，对，答案是就是邀请希尔联动的那一场，没错，就是我们的纳武科林，对耶，这也是系列节目，突然发现。对，就是纳武科林 Now Calling， 那时候就是邀请到希尔，没错，就是那次的同阶有100，我快吓死。对，我从来没有就是在100个人前面讲过话，所以对我来说还蛮刺激的。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次经验对我来说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才让我发现原来同阶很高的时候是真的会意识到自己在跟很多人说话，然后那个感觉真的有点不一样，然后是真的会紧张对，真的是蛮特别的经验。对，然后也是要特别感谢希尔，就是我知道希尔很忙，对，因为他是全职 VTuber， 所以他很忙，对，而且他还有进行就是我觉得很高强度的音乐创作，对，他现在写歌真的写好多他前阵子不是才办专场对啊，就是真的就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就是演唱会耶。超猛的，对，然后他就是一直好像就一直都有在出音乐作品，然后虽然我很少讲啦，对，我有点怎么说呢？公开讲有点害羞，所以没有特别在讲，但是很喜欢他的很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然后其中有蛮多首就是都真的有蛮触动到我的，所以很唐突的分享，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希尔的作品。我觉得影响我蛮多的，我觉得希尔作品影响我蛮多的，包含这个 Open Verse Challenge 这个系列，也是因为就是希尔有办过很多届，我才知道可以这样子玩，可以有这样子很好玩的活动。
才那么爱参加，然后才也自己办了一个，对，所以就是也要特别感谢希尔，虽然怎么说呢，就是跟他合作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啦，对，但是我觉得他对我还是有蛮多，可能也蛮深的影响跟 inspiration 跟那个激励这种刺激，对。然后那场直播就也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大家可以去看我很紧张的样子，我真的很紧张，这应该是我最紧张的一次直播，对，因为毕竟是同阶最高的一次直播，那应该是我最紧张的一次直播，还蛮好笑的，大家可以去看，对，然后对啊，就2025也要特别感谢希尔啦，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做一些有趣的短影片，对，包含有一个是跟风那个，哇，我想不起来那首歌。Guns in my head and won't go。对，那个短影片跟那个街访系列，就是也都有邀请到他，然后就也是一个很 chill 的人呢。对，也是就他也觉得有趣的话，他就会来参加。对我好啦，这很唐突，我真的很喜欢很 chill 的人。对，就很喜欢那种，就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有点属于创作者的浪漫嘛，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决定要不要跟人家合作的时候。难免，如果有一些商业上的考量，可能就会考虑比较多，可能会想说，可能会考虑说这个合作能不能对你带来就是很明显的利益，或是很明显的收获吗？我突然找不到那个词，但你们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但我觉得有时候创作者有一种属于创作者的浪漫，就是我觉得我跟我在希尔跟里乌身上有特别看到，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很 chill 的说，要不要来干嘛？然后就也觉得好玩，然后就没想那么多，就好啊。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我不知道啦，就很浪漫啦。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人，所以对，就是再次特别感谢这两位，就是会答应我这种莫名其妙的邀请。对，好啊，那次为什么同街那么啊？你听到了？你不是等一下开台吗？我刚刚有特别在那个另一个环节也有特别感谢你。如果你喜欢听这种东西的话，我们等一下补档可以拉。我觉得猫猫卡应该会剪时间轴给你听。好，对。然后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同节会那么高呢？因为希尔降落过来，他那时候在开耐久台，下不了播，然后他把他的观众整坨降落过来，所以我就哇，怎么突然？对，本来同街可能个位数，然后就100多。现在是怎样？对，就蛮刺激的，说做就做的企划，说走就走的旅行。对啊，好喜欢哦，好喜欢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哦。就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你要不要来？然后就好，然后就耶，好，我觉得我的那个语言能力开始在急速退化了。我们趁还讲出人话的时候，赶快把它回顾完。最早的直播，我说的最早是什么意思？不是去年，不是还没去年，还没去年，不是今年的第一场直播。我说的最早是时间，就是当天怎么讲，一大早就开的直播。有人记得吗？有人记得就是开的时间最早的直播是哪一场吗？超早的哦，超早的。我们改一下进度好了，我想要8点半下播，我们改一下进度。对。最早的直播是这个啊，真的吗？子昌又记得，我觉得子昌真的都知道答案应该，不是，刚刚上一题说我知道，结果好像没有回答答案，怎么会这样？好 ，call in 那场吗 ？call in， 好像跟 call in 蛮早餐台 call in 哦。对啦，有一个台语早安台 call in， 那个是蛮早的，但是还有更早的，对。一开始只有猫猫卡爱，对，因为这个真的太早了，我按错了，等我一下，等一下，我按错了，我的背景不见了，你们等我一下，怎么会这样嘞？2025的最后一波，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藏眼泪到心脏，好烂哦！那我们趁机换个背景好了。好，摄影棚要关了，快！真的，摄影棚要关了，他关灯了。我们8点半，我们
真的可以8点半下播吗？我不知道。喝了牛奶，对我有喝牛奶，没有错，没有错。对，这个啦，这个啦。这一开始就是直播就好像整场的直播都没有到很高，整场的同阶都没有到很高，因为真的太早了，好像是6点多，反正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时间，我就很想试试看啊，就很浪漫，所以不是自己讲。对，今年最后碰，对啊，希望是今年的最后碰，等一下应该不会再有了。是的，这一场就是吃早餐，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早餐其实很喜欢吃咖喱。对，我以前很喜欢早餐吃那个超商微波咖喱，配那个咖啡牛奶，没有错。所以我那时候就吃了给大家看，对，所以就有了这场直播。然后这场播完之后，我还有吃宵夜台耶，宵夜吗？没有啊，没有宵夜台啊，没有啊，没有宵夜台。好，然后那个因为真的太早了，那个时间我有 follow 的台湾 VTuber 里面呢，完全没有人在开台。我下播的时候好像也才7点还8点，是不是？我忘记了，反正就很早，反正就超早。然后那时候我要下播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地方可以降落，我就降落到欧美台去了。对。我甚至还记得那个，我甚至还记得那个人家根本不认识我。你们来按慢环境，你猜？对，我们等一下很快就应该很快就会下播了。可惜没关系，可以补档。对我还记得呢，我还记得被我降落的人好像其实也不认识我，然后他在玩赛马娘，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我降落了，好好笑。对，好，那除此之外，最多来宾的直播，这题其实蛮难的，因为最后我得到，就是最后我自己认真找答案之后找到的答案，跟那个我以为的不一样。这题很难。最多来宾的直播是哪一场呢？大家心里有想法吗？大家心里有没有底？刚刚在剪片，好认真，太好了。走不进一步认识啊，这可以讲吗？他可能也听不懂，所以好像也不会怎样。就我那时候降落去的那一台呢，我先说，他长得很酷，就是我很喜欢他的外观，我很喜欢他的造型，他的脊椎超酷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是 YouTube 嘛，反正那时候我就是还蛮认真在找可能可以抓来街访的欧美 VTuber 的时候，就有找到他。对啊，我那时候有想过要问他要不要来街访，对，但是他应该是因为不方便就是参与，对，就他当然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找他来街访的，但是没有，对。所以我有想进一步认识，但是他可能没有想认识我，但我还是降落过去了。对，是这样子的。好，讲完了啊，不是，好，对，反正是秃代，对，因为秃代也算进那个来宾的话，最多来宾的直播肯定是秃代。然后猫猫卡爱觉得是直播版街访，对不对？我本来也以为是直播版街访，我本来自己觉得的答案也是直播版街访，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居然不是答案是什么呢？其实也是跟街访有关系，不是直播版街访，是街访百人斩的逆秃代。对，那时候有一个逆秃代，然后我就有一直打给可能参与过或是其实没参与过的人。对，我那次打给12个人好多哦，对我来说很多啦。对，子昌对啊，有接我的电话啊，对啊，就是。我看一看，发现哇，我打给12个人，其实还蛮多的。对，我甚至长途打给那个英语系的 VTuber， 对，打给菲律宾的 VTuber， 然后他居然接我电话，怎么可能？真的好气哦，这些人，对，很好玩对，我觉得这场也很好看，想要看我用英语跟人家尬聊的话，请务必去看一下双推梦幻联动啊，这种机会一定很多，应该吧？怎么感觉我常常在跟猫猫卡爱的推联动啊？毕竟那些推很有可能也是我推，然后我就会去很努力的想要找他们一起合作。对，
毕竟我就是这种人。好，那么再来这题送分题，最 Doki Doki 的直播，这应该很简单吧？虽然我不知道 Doki Doki 对是说对你们来说，还是对我来说，还是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但我觉得这题是送分题啦，这题是送分题。最 Doki Doki 的直播是哪一场呢？这场我也觉得是对我来说印象蛮深刻的，很好玩，很好玩。是我们的啊，是问我还是大家都可以呀？都可以呀。我是不是差点又要把我的没事，跟火嫂一起的直播 Pacify， 心脏跳很快，是这样没错。跟火嫂一起的直播好像没有特别 Doki Doki， 因为那时候就会觉得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做太那个的事。这可以讲吗？这可以讲吗？我应该不会被烧，没有啦，就事论事，就是有一些人跟自己的另一半直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 CP 营业，然后就会做一些让大家觉得天哪，你们怎么这样的这种，也是有，所以但我跟火嫂没有做这种事情，对我跟火嫂没有做这种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想看，可能大家只会觉得是怎样，是在干嘛，我没有想看这个，对，不是，不要曲解我的话，不是跟他不同，也是。我们不会在直播的时候做那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 Doki Doki。对，就有些人会 CP 营业啊，就是可能我想一下可以举什么例子？就是什么我看过的就有那种抖内转盘啊，转盘可能转到什么，就是亲给大家听啊，这个我不知道 YouTube 能不能播，但反正有人播，对，就这一类的，我觉得很那个我不行他可能也不行我们脸皮很薄不要这样。对啊，对，是有绯闻，没错。对，不要乱讲，什么叫做跟 A 理财？不要乱讲。好，为了让大家没有更多机会乱讲，我要公布答案，受够了，受够你们了。哒啦，对啦，一头留个价，伊藤猜对了，恋爱故事会，恋爱话题女子会。那天还跟大家就是自我揭露蛮多有的没有的，对。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听别人的恋爱故事的时候也会觉得很 Doki Doki 的人，所以应该大家也看一看也会有吧，会吧，就是会有那种哇的那种时候吧，对吧？应该有吧，好，总之就是真的很好玩，我一直都很想要找机会就是参加这种恋爱话题联动，对，因为我蛮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的，虽然脸皮很薄，对，虽然一开始呢想要表现出一副轻浮男的样子，但是没有啦，对，没有啦，好，对，好，就这样，是的，好，最后一题吗？最后一题耶，没有最后一题了，对，最后是那个检讨，我们不能忘记检讨啊，找自己问题，对，我们要记得找自己问题，聊天室会变成这样子，应该也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不对，好。2025年想要改进什么地方呢？你们猜得出来吗？陈火蛇2025年最大的悔恨没有啦，没有最大的悔恨，最大的污点没有啦，也没有最大的污点，最大的生涯失败也没有生涯失败，不要乱。为什么我会跟自己一搭一唱的这么开心啊？是怎样？好，我2025年想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呢？设备更新，有钱的话我会更新的。对，但对，所以我没有把它把自己逼太紧的地方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检讨这个？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讲的冷笑话太烂，这个我也不会改进哦。台语频率有在改进哦，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很需要深刻的检讨，因为就是收益化之后，就有比较安心的在提升台语频率了，对，所以这应该不是让我觉得最特别想要拿出来跟大家说，什么要更多台没有要凑 CP， 不要乱讲。好，要改进的就是呢，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个系列要做啦，
其实我本来有一个系列叫做我是会计，我要用台语做100项代志，但是我都没有动。但是这个系列我都没有动，很久很久以前就拍了这个影片，说我想要用台语做100件很酷的事，然后把做的过程记录下来，但是我都没有进度对，那为什么会没有进度呢？我有认真检讨过哦，我发现是因为我把那个100件事情的标准拉得比较高，就是我会觉得要做一个我本来没有在做，比如说我本来有在那个用台语写原创曲。这个就不算是新的事情，所以我本来没有把这一类的事情算进去，或是用台语开台、用台语做直播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把它算进去。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有没有范例怎样算一件事？我觉得就是要是我本来没在做的事，要是我本来没试过的事，比如说做一款台语桌游，比如说做一款台语 RPG 游戏，那个也不了了之了，对。就之类的，本来会觉得要这样子才能算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标准好像有点拉太高了，这样根本不可能做100件事情。对，所以我明年应该会下修一下标准。对，会计来开杠不算嘛？其实可以算。对，用全台语做杂谈直播，其实应该可以算，只是因为我本来觉得那好像是我本来就有在做的事，我就没有把它算进去。对，所以明年应该会改变一下标准了，然后这个系列应该就可以动起来了。对啊，用台语街访，对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算啊。可是我就是原本就把那个目标定得太过困难了，把它想得太大了，就会觉得好像一定要用台语做一个什么很特别的 project 才可以。对，但好像不太实际啦，好像不太可行，所以我们应该明年改进一下，然后这个系列可能就可以动起来了。因为我最近都一直都好想要多做一些影片系列哦，就包含短影片有在做嘛，然后。还有那个新的拜喜系 game 我觉得做影片的感觉真的也不错呢。所以除了直播之外，我之后应该也会多做一点影片类的更新，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也发现可能有越来越多就是台语的 VTuber 要出道了嘛，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去看其他人的直播，所以我的直播可能就不会那么多，但是我可能会想要我马上可以切最后一张对，就是。会希望我明年的直播比较是重质，可能没那么重量，就可能就是会以高品质，然后精致，然后尽量去请到大咖来参加的这种类型的特别的节目为主，应该是这样。对，目标完成不了，所以下调难度。如果有看过我玩聊天钉的话，就会知道，对啊，我就是这种人啊，怎么办？暗恋啊，我没办法，哈哈。对，好，讲完了，那我们就降落去看离屋开那个过期的那个捕鸟珠吧。对，好，讲完了，那我想一下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好像还好，以为会台语结尾，竟然是英文。刚刚有英文结尾嘛？好像也没有啊。好，那就这样吧。那我们就明年见。我明天后天，至少明天应该是不会开台了。对，所以我们就明年见吧。然后明年的1月1号，对，我们会更新那个拜喜系 game。没错，礼拜四的拜喜系 game 会我用英文是因为这个字体蛮好看的，对，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对，虽然好像可以用北维基但是它的那个声调符号可能会跑掉。所以我们就先用英文将就一下。好，对，1月1号可以来看拜喜系 game，然后我们找到对啦，就是离屋，对，请了离屋来，就是担任这个拜喜系 game 第2集的受访来宾，非常好看。我已经先帮大家看过了，毕竟是我剪的，毕竟影片是我剪的，对，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看，非常好看，一定要看。好，那这样。明年见，大家明年见，我们去看离屋吧。好，拜拜。耶，太好了，感谢阿杰的150块，我可以想一下，我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啦。耶，几次郎，要不看很难的，怎么可以不看？你说我剪片的话不看很难，闭着眼睛剪吗？怎么可能？好啦，拜拜，去看离屋吧。再见啦，明年见啦，各位，明年见啦，各位。